是浪琴國際騎師錦標賽嘅第二關，準備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埋邊雙英雄應聲彈出啊！咁啊，再見到中間啦，有黃帽嘅仗義啦，中檔63呢就係青春力量啊，響入邊係迎妙星內欄紅衫黃帽長勝將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黃衫黃帽就龍船快，內欄藍衫呢咁啊白帽嗰匹就有標之亮子啊，中間大約尾5係耀昌盛世啊，後邊嘅3匹馬先到先得99為尊啊，尾二位置係掌聲啦，暫時殿後係爭金奪冠嚟㗎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啊，前面放頭嘅馬有一對喎，埋邊位置喺雙英雄啊，青春力量響外邊嘅第2位啊，落下個零身位第3位嘅馬，埋邊啊長勝將軍，出邊啊仗義啦，後多層嘅馬迎妙星第5內欄第6藍衫標之亮子啊，再後一層啦，出邊龍船快係俾人頂咗喺3踏喎，大約尾5紅眼罩藍衫耀昌盛世啊，內欄尾4係99為尊啊，後邊3匹馬先到先得掌聲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爭金奪冠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呢係雙英雄嚟㗎，青春力量呢就留守第2位啊，分列3、4位㗎嘛，外邊位置係仗義啦，入邊呢仲有長勝將軍啊，第5位紫色帽呢，外邊係迎妙星，埋邊係標之亮子啊，後邊㗎嘛龍船快啦，耀昌盛世啦，尾4內欄喎99為尊，後邊3匹馬先到先得掌聲，掟大外檔爭金奪冠啊，入整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雙英雄走啦，大約1個身位到啦，青春力量第2位啊，中檔追上嚟㗎嘛，有長勝將軍，外邊啊仗義啊，響入邊仲有標之亮子啊，出邊追上嚟嘅馬匹仲有隻迎妙星，最後100零米透出仲係雙英雄，呢個時候長勝將軍逐步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，雙英雄響埋邊追上嚟嘅馬有長勝將軍啊，外邊係仗義啦，最出仲有隻迎妙星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雙英雄就係擺咗喺前面，睇下有冇機會到啦，追上嚟嘅馬長勝將軍，2匹馬拍住刀需要影相。